首先有请穆拉德。 现在有请中国 UFC 第2人居马别克。好，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这场比赛呢，刚才其实反复已经强调了，这个居马别克呢是将在明年的4月份参加这个有可能参加 UFC 的比赛，或者时间往后推。但是初步跟他的这个询问当中得知，他将是中国的第2位参加 UFC 顶级综合搏击选手的中国的运动员。现在国内啊，我们作为散打基础的这样一些优秀选手呢，现在对于这种国际性的这种职业转型的。 这种储备应该说呢，都是跃跃欲试。我们看到确实啊，这个居马别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对。刚才他这个转换，就是技术上的这种转换呢，确实也显出呢。 非常扎实的功底和他非常巧妙的这种应变处置能力。前入摔，对，连续地面砸拳很漂亮。这位选手的确这个实力非常强啊。在上方的控制呢，我们看到是不是能够达到有效的控制效果呢？拭目以待。形成了一个局部的相持。 双方都没有能够扩展自己的这种技术发挥。想用一个断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把位啊，并不是非常理想。好的，这个时候呢，别克再次起身。其实他的这个选手呀，莫拉德，我觉得其实也非等闲之辈。 因为这段时间的猛攻，看到他的对手呢，其实从力量、抗击打方面还是很强的。而且呢，在场上他这种经验，应该说呢，都是一种实地经验，对，很丰富。双方呢这个等距离啊，对头部的防守呢，是应该格外的加以小心。对，动作组合呀，就把这个远近高低的这个动作能够错落，有效的发挥。你看这种等距离的拳法啊，应该说对双方来讲呢，都是不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应用。 还是拳腿摔拉开。这段时间双方进攻也是非常的主动，漂亮。这段时间呢，他们拳法的出拳频率啊，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对。我觉得别克这段时间呢，跟刚开始比呢，这个节奏没有刚才那么快，但是别克依然还是力量方面占据很大的优势。尤其开局啊，这个步法应用这一块呢，还是应该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对，有机会。好的，有可能使用断头锁，但是别克这段时间
挣脱出来了，漂亮！这个呢只是看着比较热闹，真正的实际控制啊，我们觉得还没有到位。刚才其实这个穆拉德有一个断头索的机会，但是别克挣脱之后连续的地面砸拳还是很给力的。所以双方呢基本上都是说，你出招我马上应对，所以措施呢都来得比较及时，而且呢也比较适合在场上的局面。好，双方这回时间到。技术包括他的实战经验都是比较丰富的。打到目前为止呢，这两个选手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对，我们看到这各自的技术特点和他们的战术发挥呢，应该还是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来自法国的选手的确啊，在综合搏击的经验和他的实力方面看，也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位综合搏击的实力悍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应该说呢，刘普雷老师呢已经解说过近1000场的，包括站立和综合搏击的比赛，加起来5、6千场，对，5、6千场，所以说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我国资深的解说搏击的嘉宾。那么非常感谢刘老师能够今天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现场评述。也高兴和韩斌呢我们再度合作。对，这次呢也为大家带来这个现场的评论，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评论，也对综合搏击 K1 以及各种比赛的规则有相对的了解。今天的比赛说句实话，技术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作为一个职业赛事的定位啊，应该说呢，方方面面啊都做了非常扎实的工作。对，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从准备来说呢，也是比较的充分。那么选手的这个配对啊，各方面呢，也是能够看出来，经过了精心的选择，整个比赛也是非常的好看。居于上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对于对手的控制是不是能够呢发挥自己的所长？对，这段时间可以看到，现在曲马别克处在上方，压制对手。因为这种漂亮踢打摔拿的相辅相成啊，应该说呢，在这种攻防技术中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充满了这种辩证关系。这段时间可以看到，曲马别克进攻很主动，但是这位选手啊，由于他经验很丰富，你也不能说是很快就能够降服对手。你看，居于下方啊，我们看到这个大胡子呢，他，在某种意义上讲，虽然从形式上被动，可是从他来讲呢，还是从容不迫。对，这个选手能看出来，因为他经验很丰富，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他也很好的能够控制住场面，不管是处在防守的时候还是进攻的时候。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的贴身纠缠呢，对抗，那么双方的体能消耗呢，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对，很大。你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且呢，像两位选手近身肉搏战其实是很耗体能的。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近身在一起，这个肌肉都是紧绷的，在力对力，所以说它其实很耗体能。需要松紧转换，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讲呢，它都是一个难题。这法国选手其实从绝对力量而言啊，并不差。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呢，就是看训练。双方呢又恢复了同一个起跑线，大家又进入了这种站立的拳法较量。这场比赛说实话含金量很高。
现在纠缠呢，贴身近战，双方呢还是应该绷紧弦儿，不能给对方留下丝毫的这种扩大战果的机会。漂亮！这个非常漂亮的摔法，但这个力道啊，确实还是给观众朋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看那个双方的手臂的控制啊，都是非常的谨慎。对，进入了一种相持。这时候呢，双方并不着急。其实也是张弛有度、张弛有度的这样的一个消耗的近身的肉搏战。好，这回合时间到。好，这种较量继续。这段时间双方选手呢还是拳法为自己下步的这个综合性的技术在创造条件。好，我们现在呢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双方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用腿法，但是到现在呢，这个体能消耗之后啊，我们看到腿法用的也是有点比较牵强。对。摆拳进攻，好的，缠抱将对方摔倒，漂亮。都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所以在倒地之后啊，也不给对方啊控制自己关节的这种威胁的机会。这时候呢，居马别克呢处在上方，看他能否使用关节技。还是要有效的这种声东击西。好，现在处在上方，压制对手。还真要注意这种攻防转换。对。别克现在进攻也是比较主动。力求主动。这个前提呢，就是破坏对方的干扰，哎，这样呢才能有效的发拳。时间呢也所剩不多了。别克现在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策略，怎么样能够换一种方式来降服对手，因为这个对手的实力真是很强呀，甚至不在他之下。敌变我变，在场上这个态势呢，跟自己预期的有距离之后，在场上呢就要随机随势的，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方式。有机会，刚才有机会。这个时候呢，要鼓起信心呢，又是一个大摆拳的进攻，而且呢要调整角度。
你在打正面角度得手之后呢，要做一些闪进。对，你看对方倒打了一下拳法的变现。 漂亮。但是呢，自己的头部啊，应该说这个角度呢，应该说并不是对自己非常有利。好，摆脱了。现在呢，还是应该啊，声东击西，对头部威胁之后呢，找到对方手臂的机会，还可以扩大战果。 处于上方，我们看到这个，哎，锁对方的手臂的机会还是有的。现在不断的去控制对手。这种态势呢，还是非常的扣人心弦。居于下方啊，应该还是不心甘，希望能够想办法能够转身翻身站起来。时间到了，好，时间已经到了。有请赵学军先生宣布红方获胜。 颁奖嘉宾：环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明征先生，石狮市服装城 B-A 座银河商城总经理许国团先生。好，感谢颁奖嘉宾。